俗语摕来谈，深色滋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清朝康熙54年，也就是西元1715年的时阵。 有一位台湾艺术的贡生老吉，伊的元宵特技术内底有记载讲：后山艺果促庆魂，车鼓宣传十里文，东去西来如水影，进刀灌溉必梯群。这是咧描写着讲当年啊，咱台湾民间咧过元宵节的时阵的迄个热烈的场面。 啊，其中一句“车鼓宣传十里文”，就是咧讲这个车鼓阵，若是一跳起来，这个方圆10里吼，拢会让感受讲迄个热烈的气氛啦。车鼓阵在咱台湾差不多400年前就开始流行于民间咯，但是呢，因为这个时空的环境变化之下呢，这个传统的艺术哦，慢慢就衰微去咯。车鼓阵看会捌的人真少，咧学的人哦，搁较少。 到底咱是要安怎才会当继续传承这项的技艺呢？咱先来看一段历史啊。是元宵，啊是元宵。我很希望我的课程，它一定要在地化。 我希望它可以是社区他要的，那我觉得基于是一种社区他们的一种很深的期待，他们进来推动了学校，看看怎么样学校可以在这边做课程教学的一些整合。阮这阵卡拢无啥物人，对啊，因即马。 乡下嘛，所以即摆唯一有人就是学校，所以时阵想讲，这是毋是会使来甲学校来做配合？若讲会使做配合，安尼伫文化局伊拄好有一个案件讲，那我们是不是各会使请着老师来导文道协助？因为无这种物件要传落去，真的需要就侪一个专家来指导。 推车鼓这件事情，如果以我们目前为止社区的一些人士来讲，他年纪是偏高的。如果小学的这个阶段没有接上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些断层。所以是在这个脉络底下，社区先推动，先来敲门，那学校的部分愿意配合，所以我们才开始启动了这个整个车鼓的一个复兴的一个活动，这样子。车鼓阵呢，在咱台湾吼，差不多有400年的发展啊。 不过呢，有当时啊，吼，咱去出镜头的时阵，咧做表演的时阵啊，真侪观众朋友拢甲咱讲吼，听无啦，看无啦，所以讲煞咧变无爱看吼。啊，到底吼，这个车鼓吼是为什么会慢慢去衰微去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咱连面再过来谈。咱先来欢迎到咱今仔日来宾，高雄市林园国小的林宣佑老师。大家好。 啊，还有咱台南东山北市寮艺阵团的林珠莹，大家好。哦，老师啊，听讲我头拄仔讲迄个情形哦，就是有一当哦，你去做这个表演的时阵啊，带学生去表演，迄主持人来咧介绍讲这是咱全国吼目前唯一啊，算讲是校园内底、学校内底的一个唯一的车鼓团吼。问题是。 听拢，大家拢足欢喜的，看了嘛感觉讲，真趣味、真深色。但是到尾尾甲你反映讲，拢看无呢。到底这个原因是出伫什么所在？这个是讲家己本土文化慢慢伫咧流失啦。是。因为按正常车鼓一般会跳我南管曲的曲调，来卡步手咯。来第二项安尼表演的时阵，佫无像即马有字幕吼，伫咧有字眼拍出来。所以因咧安尼唱，一般人无字来看吼，就听无。来佫卡步手咯，无介绍。 造成变成阮咧跳啥唔知影。哦，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歌甲舞吼，若是配合起来了后，大家嘛是看了真深色、真热场哦。车鼓因为爱人嘛，人车鼓这个过程中间吼，咱迄个基本的一寡动作哦，老师你咱讲解说一寡关于着这个基本动作的一寡意义。伊这个一般基本动作吼，上基本的按有分车鼓角啊，是，来车鼓弹的卡步手咯。所以这个角甲段的差别是啥物？
伊有基本的套路，啊嘛有无共吼。你像讲，伊有迄个三步进三步退，啊，骑车啊吼，骑安尼车来拍，吼啊，车鼓弹伊就会人开声，但开声花，啊比迄个像讲落开这种基本动作，啊造成两个无共款，啊这个无共款造成这个套用，啊来配合这个歌词的内容来编舞来跳，啊来第二项佫会讲吼，啊跳唱到一半。甲这个歌词两个伫遐念一个对白，伫遐搭一下喙口，吼，安尼讲人这个动作。啊，迄个南管的园戏内底吼，有真侪拢是有即个卡咧来的动作，所以讲即个物件甲车鼓嘛有一个关系嘛，关联。按台湾即个车鼓吼，因一般拢学咖喱戏，啊结果按车鼓吼，迄个段是学咖喱，是啊结果咖咧跳哈，就是咧控制咖喱迄个人，所以阮逐个同来咳一声。咖喱迄个红啊，爱嘟一个安尼。就是讲，这表演顶悬就是有这个进退、这个过程的。刚刚讲，这是一个礼数，吼，啊嘛算讲是，敢若迄个技术活动，吼有这个关系。当然啦，这表演中间吼，我讲，即马有少年人咧投入吼，嘛是真无容易的代志啦。啊，你是啥物款的原因会甲这个车鼓店去结缘啦？这嘛是不得已的啦，啊，因为不得已，敢有遮尔艰苦？不得已，因为这位阿公迄阵啊，就老家真嘛，嘿啊。哦，阿公，所以讲你原本恁兜就是咧车鼓店。对。哦，家团的啦。对啊，人数无够啊。哦，所以讲不得已。嘛是爱出去斗3工。哦，但是你家己本身嘛是爱有兴趣吧？无，因为自细汉的时阵，大人拢出去跳车鼓啊。是。啊，无可能家囡仔囥伫咧厝内。所以，阮就会对出去佚佗，然后去看，去学，然后就开始模仿啊，然后开始跳，然后到尾啊，就渐渐对因出去跳安尼。啊，恁这个少年一辈吼，恁是安怎去看待讲这个文化保存吼，啊慢慢消失？啊，你过程中间你有遇到什么款的较艰苦啊、较趣味的代志？较艰苦的代志较济啦。是吼，艰苦大概伊这个，而且是辛苦有甘啦吼，也安尼讲。就是像阮。这顶头啊，伊伫时间顶悬得较长，像阮伫咧迄个庙宇，庙口，嘿，庙口表演嘛。然后有一寡庙，因会有一寡较特别仪式，就像是因会去挂水火。挂水火，嘿，挂水火就是讲，你今仔日暗时主时去。庙段报道，主时就是差不多暗时11点到1点之间，就是去遐报道，然后等伊时辰到了后，就出发去海边啊，然后进行迄个仪式，但迄拢袂当困，袂当休困。当然啦，迄拢半暝啊，就是伫遐，然后准备，然后甲水火请起来了后，就回家。是啊，这甲你车鼓有啥物关系？阮喺伫遐，就是有当时会表演啊。哦，所以讲就是人迄个仪式咧进行，过程中间恁来表演啊，过煞了后恁要继续表演安尼。就是煞了后，一般来讲啦，因拢会搁等于撩景洗妆，就是一寡记号的仪式。是，所以讲这一撩起来就规透明啦吼，啊到早起。爱看因的路程啊、时间啊，为了就是路程较长的话，就可能讲。你该加一暝开当转去，是吼。因为我平常是爱读册，无咧请假，嘿啊，拜六礼拜就爱对因出去跳车鼓，嘿，然后可能就是拜六礼拜2天，然后搁转去休困一下，就去上课。是，所以讲一边爱读册，啊一边过来人车鼓，哎，有影是传承啦吼。啊，老师哦，你若讲一般的人啊，像讲你学校要推广啊，人伫咧讲吼，即个车鼓会当算讲是正，算讲是一个较不入流的物件，就算讲是较粗俗的物件，以前的观念啦吼。啊，即个你袂感觉讲过程中间，你咧推动的时阵吼，咧传承的时阵，有遇到啥物困难？因为吼，按这个社会演变就是重文嘛，所以讲这种民俗的物件来讲，第一项连这也无去创啊会啊，连这无路用。来第二项，按家己咧跳这个文化的时阵，发觉按无去研究按家己的文化的好甲歹，结果有的走精去，走精去了变成个等下看愈跳愈爽，甲该有的无保留，该迄个外口去甲揽入来，揽到尾家己诶价值观甲迄个。舞步伊个价值拢无去，是造成讲你毋知咧跳啥，来个第二伫安尼练八咧搭水鼓的过程中，佮会插一寡黑白讲的话，变成人讲就够爽。所以讲伫这400年来吼，
按这个车鼓一直互咱的文艺、咱的读册人啊、官方方面拢会用种抵制。是哦，毋过咱即马慢慢去发觉咱家己文化的时阵，去研究发觉，伊竟然是南马家咧跳法，啊啦，伊的唱法是南管的跳法，啊南管毋是英国迄种文人咧唱的吗？是，啊只是为啥甲民间了安尼哦，原来安尼问题出伫对，啊来爱改进，啊伫这传承过程中，俺甲安尼好的留落来。啊，歹的爱家知影讲哦，这个无好，啊毋对，啊是走正样，俺甲调转来。啊，我想安尼文化会慢慢会造成一个愈好的一个延续落。是，就是讲，随着这个时代吼，啊，这个环境，啊，佮大家的需求啦，吼，去做一寡调整甲增加啦。咱毋是讲将旧的物件甲放弃，吼，甲毁掉，咱是从原本的基础顶悬，咱佮加添一寡吼，咱感觉讲会当互现代人去接受的物件。哦，我讲真侪歌词啦，吼，车鼓内底有真侪歌词，拢真有意思吼。但是迄古早的人吼，迄知识较无开发的时阵，感觉讲啊，这个意思讲起来有五六的迄个成分较悬，内面吼有一寡较粗的话。但是咱即摆咧教囡仔对吧？啊，这时代无共啊吼，咱应该对这个囡仔的这个教育吼嘛是较注重。即摆是安怎去教学生的，有一寡改变，你敢有示范一下？哦，按车鼓吼，一般拢会为迄个歌词啊，摕伊的共音字来按两个伫咧搭喙鼓。是。哦，我即摆举一个例吼，像阮来讲这个车鼓搭，啊，这车鼓搭伊的曲名是早起日上西头。哦，伊其中有一个乡乡可以可，毋是乡乡可以可，是为娘三担五。伊刷刷去，你咧讲互我听，我甲你蒙一个铃尔，你真要甲我听看看。哎呦，有影是真直接的。嘿，啊，所以讲伫即个部分，啊若甲囡仔感觉嘛怪怪嘛，好似毋是怪怪，这是变来教囡仔啦，安尼去幻化的咧。啊，所以按点仔来甲解个讲吼，啊来讲啊，啥物啊，我较念你几句啊，啊你个要我踢破裤，啊我较还遐歹名带着即款无。安尼有下，有影有下，无去破坏掉伊原本的迄个趣味，但是吼，佮保留讲伊原本的迄个意思，较袂讲车鼓阵就是教歹囡仔大细，其实毋是啦吼，咱车鼓阵吼是咧为这个社会吼去保留一寡咱台湾原本传统的一寡艺术甲民俗的文化啦吼。哦，咱讲到遮吼，因为车鼓是有影人袂完啦，啊人了嘛真趣味吼，啊到底佫有啥物其他的所在呢？咱先来休一下喘，啉一喙仔茶，然后再过来继续开讲。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济，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我觉得要让家长跟学生进到这里面去参与，我觉得它难度真的非常的高。第一件事情是车鼓这件事情，它是跟妈祖的信仰是做连结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它是正头吗？那正头里面它连接到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它到底有没有比我学习学科更重要？所以当我要去推广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跟社区很清楚的讲。它绝对不能只是限于是一种要在妈祖庙里面去献祭的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宗教的一种仪式，很重要的。它必须要从宗教性慢慢进入到一种大家可以比较认可的一个范围。所以我后来发现，当我宣称我在做国乐二胡的教学的时候，它就爆满了。要拜拜你爱，古早时代要恁看恁阿嬷咧举手，一人举到头边悬，有无？是种安代表尊敬的意思。你怎要甲新年拜你？安尼敢对你看？啊，按即个带这个囡仔去吼，变成敢若按一阵尔。吼，按即阵变成即阵囡仔吼，变成一个特色。啊，即个囡仔咧表演的过程中，就是讲，俺若有阵看着讲，啊，全国都剩即阵。哦，你像我今仔日来到玉林遮。哦，因为阮本地阮高雄本嘛有啊，到尾拢无去啊，囡仔无人要练，哦，囡仔无要练啊，地方啦、家长啊，也无感觉练学这也无啥货作用，啊变成消失哩。哦，啊这消失的过程中，就一阵慢慢伫地方就消失哩。啊这消失了，伊都有即个顶头去报名，啊阮来甲报名，啊当然全国都阮即队当然第一名。哦，啊毋过即个第一名摕咧是足欢喜，啊毋过也足悲哀啦。
啊，对这个现象吼，就是讲这个资深的艺人啊，慢慢的消失去了后，啊，你有啥物看法？有你有啥物方法，会当去解决这个问题？哦，关于这个文化传承吼，演过的时阵拢是师傅唱，啊，你人边仔学，啊，就咱一步一步去慢来学起来。啊，这个部分因有点会写歌本，是哦，啊，所以讲变成这个部分按伫文化传承内底，这老师傅一个一个来做成仙了，啊，变成伊的音嘛无留落来，啊，变成像歌本，啊，歌本按看字，啊，因的字佫是用同音字，有点点看无，哦，啊，所以讲这个延续的过程中，即马啊，好佳在按照目前的迄个录影啦、录音拢像手机啊录音做方便，所以按来当靠这个帮忙，把这个文化留落来。啊，不过这个文化留来，失去已经失去的时阵，像歌本。哦，你像阮线尾内底歌本一本咱一铺做大铺，啊，我当初是也有请师傅录音给我，啊，迄个保存起来。问题有的真正是欠约。是。哦，比如讲，阮内底一出戏，俺来较捌的迄个桃花过渡。哦，是。哦，啊，这出桃花过渡，阮是一出戏搬开爱差不多30分钟啊。是。啊，内底对白，啊，问题到中吼，有一页剩半页。哇，安尼变怎？啊，半夜的时阵，迄要教，因为囡仔对这桃花过渡较熟，啊，大家看咧人桃花过渡也感觉较趣味，阮嘛是要甲回复。啊，我问师傅讲，啊，这半夜伊讲，啊，阮师傅吼，迄教我吼，都教唱迄个桃花过渡一个曲的唱3句。3句？诶，3句话，啊来，伊个师傅过身尔。哦，啊减一句。唔是减一句，应该减几6句。一般拢讲4句吼是一个单元嘛吼，但是比如讲唔那是减1趴啦，就是1趴到才就断去。断去，啊，总变成伊唱的，变成伊唱我听我嘛感觉怪怪。哦。啊，咱就爱去研究，啊去甲迄个文，啊来，阮就像讲去一寡台南因遮的旧的有歌本的，咱来对。对看嘛，爱看因有啊，啊阮也都有留，啊咱对比对下，后啊甲迄个，因为伊嘛是一个故事，一定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中，咱就去甲慢慢来恢复，啊，慢慢来甲伊收转来。哦，啊，所以讲，即目前伫线尾，阮甲即部桃花过渡半点钟，阮也已经甲恢复开。哦，啊，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中，啊，所以伫安进今仔日伫遮嘛是拢尽量爱甲这老师傅因的骹步，利用安尼影音像今仔日录影，这拢甲伊传落来，啊，互咱后壁的人去慢慢来当有这个。以后会当去比对，会当去学习。啊，你有这个文字的记录甲影像的记录，但是重点嘛是爱有人啊，对吧？啊，这个人吼，就是咱主人嘛吼，主人即马少年囡仔安尼，你是安怎去看待讲这个物件消失啊，文化吼慢慢要衰微去的这个过程，你是有啥物款的感受？淡薄失落啦。失落。嘿啊，因为即摆少年人要学这嘛，足困难的，因为。这伫时间啊、体力啦、顶悬，拢是一个做迄个做艰苦的代志。是，但是你即马恁兜是原本就是咧做车股的嘛吼，啊，你的朋友啊、同学啊，敢无人讲共款看到你咧做，啊来投入安尼吗？因拢会感觉这做好笑，感觉好笑。系啊。吼啊，所以讲你头拄仔有讲到讲你家做一寡增加吼，啊有做一寡变体啦，吼。即个老师啊，啊若是为着车股吼，啊你若是去到即个有真侪国校吼，啊搁有即个高中啊、国中啊去教学的过程中间，啊但是我看你做了真多呢吼，即个遮侪差不多20年的时间嘛吼，20年来吼，其实你做了工作真多，但是为什么感觉即个成果也是较有限呐？啊到底即个原因，你认为讲是出伫什么所在？哦，这个原因吼，就是啊，第一项这是一个慢慢啊无流行的物件啦。哦，啊，第二项时代性，按怎啊要紧啦，啊要活泼啦，哦多元啊，所以变成这个曲的部分、舞蹈的部分，人会感觉较无时间，啊就较违和。啊，免怎甲伊转变转来。哦，你像阮伫学校训练，阮除了讲传统。诶，车股以外，我嘛是用种啊，这囡仔来遮学，阮会当教分品啊，哦，扭弦啊，哦，啊，或者会当学习这个乐器，哦，啊，这个部分，互迄个家长啊囡仔感觉有兴趣，啊，吸引咱这个囡仔来学，啊，当然这个过程中，你也敢若一直教传统的吼，因听了，第一项，因讲阮定拄唱歌咧讲，你去点 KTV 吼，佮无迄种曲通好你唱，有影还是有影，啊，不过我拢甲因讲。不过有一个好处，绝对会叫你唱。为什么？因为伊知影你爱唱这古老的物件，爱变到你的特殊。哦，啊，第二项，咱来找这种曲，像讲头去咱讲的桃花过渡。桃花过渡是一个足轻快的歌曲。是。哦，啊，所以我就甲这桃花过渡，安静流行，恁所听到迄个桃花过渡，哦，正月人影红了，单身娘囝都收看房，就这个
吹只槟榔伊着面抹粉，手起酸花伊着等台棍啊伊着海啊落地海，下啊落地下，下了互我下啊伊着海啊落地海，有影海了海去啊。啊，着直接甲教迄个舞步，啊，互伊咱。感觉这是种趣味哦，啊，唔是干那唱呢，一般拢唱嘛，啊，佮当伫遐摇，啊，用骹传统的骹步手落来甲套。唔是真无聊啦吼，是咱即马袂晓欣赏，咱即马唔知影讲伊的趣味伫啥物所在。我突然间发现呢，你看，咱喙咧唱吼，啊手咧叮当，啊骹步搁咧打，啊其实吼运动呢吼，咱会当甲发展叫全面运动，咱全面拢来人车鼓，吼其实吼安尼有健身的这个作用吼，啊搁会当迄个歌谣会当传唱，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吼。当然啦，这是我讲较紧啦吼，啊做较学啦吼，啊嘛做较辛苦啦吼，啊这个长期以来吼，老师你听讲吼，除了这个传承的工作了后，你有感而发吼，啊为着这个物件吼，啊去这侪年来，你有一个感想，啊甲做了一首诗，对无？啊这个诗你会当甲阮分享一下无？伊是其实是一个利用迄个一个地方啊甲车鼓的动作啊物件来甲下做伙吼。哦，第一句我是讲吼，腰线南望西洲人影。哦，啊第二句个来拍车啊吼，北跳青岩矮下。第三句歌歌吼，当团大步摇音。有闲系西戏龙，迄个风舞飞扬啊。哦，即个讲拍车啊啦，摇花线啦，唱歌啦，有闲啊，这拢咱车鼓咧做的表演。哦，啊来第二项就讲，阮住伫海边啊。哦，住伫河边街口啊，所以讲西洲龙影。啊来第二个就是阮迄个啥拍车的时阵吼，去看着啊西迄阮东边迄边迄个清水岩的黄昏的时阵，阮下晡囡仔伫下课咧练。哦啊第三项，阮伫咧唱歌吼，因为阮西边看是大武山。是。啊阮这山吼，伊因随伊的山漂安团向山东人这样。哦啊对啊，有闲啊吼，有闲啊，吼阮阮遐叫红山嘛，啊红雾飞扬啊，安尼就讲人迄只风伫遐耍啊，啊就像安尼，甲即个情形，就像咱车鼓表演。特色的特色啊！所以讲我讲了几个车鼓必要的元素，就是讲这个腰线对无？这个练线花啦吼，这真重要。啊，佮有这个有弦啊，无弦啊是要唱歌咧吼，所以一定嘛是啊，当然佮有这个真侪其他的物件吼，其实吼拢伫这生活点滴中间咧累积啦吼。啊，累积了后吼，其实这个车鼓也好啦吼，还是其他的这个民俗艺阵啊，其实拢是咧咱身躯边。只不过咱会感觉讲哦，啊，这个特色的物件吼，那随着时代吼慢慢去消失去了，是真无彩啦吼。所以讲哈，哎呀，咱车鼓镇有影是真有特色的咱的文化资产吼，咱大家来共同拍拼跟努力啦，互这个基艺吼会当搁再发展，啊，搁会当发扬光大吼。不管是伫这个囡仔的身躯顶悬咧做教育查囡啦吼，或者是讲咱较大人的大囡仔吼来做这个校园啊，来做大学内底一寡教育，啊，搁有加班的传承等等吼，各方面大家吼共同来去发扬光大，啊嘛真感恩恁吼一直咧做这件代志，互大家吼啊搁有车鼓镇通好人，啊搁有车鼓镇通好听通好看，真感恩恁呢，啊嘛感谢今仔日两位来宾来甲咱分享，唔通袂记哦，大家哈有闲的时阵吼，咱来全民运动，拢来去人车鼓，感谢。香车流香有流啊，香车流香有流讲流，我的流香啊有流，讲车讲啊你着啥意思啊？讲车讲流讲车香啊香车讲车香车流香有流。